观众朋友，今日讲好冇？欢迎收看《福起来》，系阿明姑刘浩明。现今人啊，吼，几多路爱上开家店的，尤其係开啲咖啡店的。你今日邀請到內面係睇足田最有名的風味人烏松咖啡的頭家講同頭家來當我哋現場，而家都同我講，伊哋係樣嘅開始去經營啊風味人的咖啡店的。我哋馬上歡迎我哋咧，歡迎姐。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係婉玲。還有我哋呢，真人哥哥來當現場。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紀真倫。好，我哋提講其實，婉玲姐姐係菜天人，錯冇？我係慢慢妹。慢慢妹啦，啊，真人哥哥呢？我係台南人，愛推做成橋，我搬來屏東，更加係竹田。種人台南也會上過島冇？冇，貴社會鄉。貴社會鄉吼，係。咁唔係後來。我哋提講，其實人睇竹田開咖啡店，以前其實睇女輩開咖麵店，按到羅生麵，其實睇女輩算是最有名嘅麵店啦。但是你當初我想要走去竹田要開啲咖啡店嘅咯。一開始我係想賣麵個簡單很單純啦，哈，我兩公婆嘅安尼賣麵哈，個做小生意啊。但係安尼19年過去啊，我看我食啊，喺條老母嘅。邊拍起嚟，我係難過嚟，我想講我冇好好的照顧他，所以想，哎呀年紀開始大了，體力不像以前，所以我在想講，怎麼樣子讓美麗的家可以相對來講生活輕鬆一點，所以我在想。有個問題，那差不多7、8年前，我就想，咖啡可以試看啊。所以因為冇係湯湯水水哈，雜物不會那麼多，是咖啡的人他也比較悠閒輕鬆一點，不會那麼，所以我是這樣想，所以開始準備個咖啡館的事情，希望。美麗的太太可以稍微更輕鬆一些啦，因為這個開麵店的是規模限，尤其係人對這個麵如果有堅持的，伊個店的地方，嗰時候變成你當初下做其實生意的軌道呢，跟學生的軌道會就會，嗰時候其實平常開麵店的係一件規模限的事情，嗰時候我哋咧真係個個都想到講，佢開啲咖啡店的會比較更輕鬆一些，我哋這隻問最慢啦，有夠輕鬆冇？冇，當然冇。我上馬啲，我以為偷你都，我偷到想講，一張男人飲食講真呢，還是講假呢？我講，我本來食嘅講，個強鬆一開家店咪比，唔係講無限啊，萬人嘅店咪會，除非冇生意啦，好冇生意如果強鬆啦，佢等有生意嘅時節，我講能夠強鬆，因為佢講風味人佢睇竹田嘛，算一啲有名嘅一啲咖啡店嘅。而家生意有夠強鬆啊！我是安尼想吼，無細條係強鬆的啦，每一個細條攏無強鬆的。但是因為比如講個一碗麵哈，你要有麵條，要有切蔥，要去買煮牛來那個調味料，筷子、湯匙跟辣椒。對，然後是黑的，愛洗碗，愛拖地板，等等。但是我就一開始想的夠簡單一些，泡一個咖啡呢，那個香氣按那水，然後要收的時候是洗個杯子嘛，還有條都主持人講給尖峰時刻吃麵的人，哇！同時來，心情都會緊張起來。是咖啡的人，就算10個人來，大家聊天他們的，我們一杯一杯慢慢的沖泡，我是這麼覺得。後來也是這樣，當然細條冇輕鬆的啦，輕鬆的呀。但是至少準備好來吧，真是冇像人講煮麵安尼，佢準備的東西，然後又要炒叫做炒肉啦，有些人又有滷味，
系啊，你又要做样的东西，嘿，我们说至少做家己店的看放来比那人开的面店个强力啦，好个强，好，我们是要处理嗰个油味、猪肉啦嗰个东西哈，然后你可能你的会单纯的咖啡豆，可能这个配嘛，那这个配好吧，然后你这个来冲哈，然后提个地杯嘛，店面嘛个强力。咁因為其實人，我記得人風味人其實係主配人嘅無個係咪？係啊，你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一下講，人嘅環境係一種樣嘅情形好冇？我去中醫竹田車站，很漂亮的一個木造車站。我們去年11月才剛過100歲的生日哦，鄉公所竹田鄉公所一個慶祝。所以我上愛開咖啡館，我有上到嘅竹田車站，也嘅去附近安尼尋哈，冇尋到，所以愛貴嘅時間，韓國更加嘅風味園。哇，一間我嘅安醬哦，可是黑草啊，安國嘅，髒髒的，冇人喺裡，釀嘅咯，按那位有嘅哈，因為冇人很哦，冇人整理咯，可是跟鄰居打聽一下，哎呀，真是冇人很哩，就是一個臨時，只是我去個瀑布茶愛古夜時節，臨時看到，開始打聽，然後跟房東聯繫上，給房東不要租人。不要租人，好，不要租人。我估計請伊300-400，不要租人。我同伊解釋，按那位有嘅吼，很可惜，很可惜。當然房東有權利啦，哈，只是說這麼美的房子，你怪手來哈。兩一口拆掉了，拆掉就沒有了，從以後就沒有了。但是這棟房子，我後來去調那個地籍圖啊，哇，土地本身給大正9年，在台灣的日治時期，大正9年就是民國9年的時候，已經有一個登記了，所以土地有100年。給建物裡，光復以後，民國35年。已經有門牌，所以這個房子真的是很，而且它的那個荒廢只是沒有人住而已，不是那個屋梁壞掉。所以我一直跟這個房東溝通，就是讓這個房子再多幾年，讓更多人知道，不然很多人其實外人不知道竹田有這個。到現在哦，我開咖啡館開3年了，T7年，遊客還是怎麼我來竹田那麼多次哈，沒有發現這麼漂亮的地方，所以我跟房東溝通，而且我跟他說，這個房子太漂亮了，我一定不會，怎麼講？我不是那個文創的，意思就是說。我會聽這個房子的，不是房子要聽我的。比方說，我要開一個咖啡館，我看一面牆哈，冇好看，我想要打掉。我不會這樣，因為這個房子本身就很漂亮，所以我大概只會把它恢復成原來的樣子，我不會把它弄得一些太現代霓虹燈什麼，就是它原來的樣子就很漂亮。可能黑暗呢，所以房東最後說：“那你試試看咧。”佢也要房東本地係做乜嘅專業嘅啊？房東啊，嘅老師線上退休嘅，嚇。可是你這個去提他們嘅幾百以後，如果睇到地講，你這個唔會像其他人可能我把嘢冇嘅重新去整理過嘛，但是你希望講過去啊老屋嘅人來嘅一樣嘅啦，嗬。係因為老屋哈，風鈴園為什麼叫風鈴園哈？不是我取的，我嘅
准备开咖啡馆的时间，我有想过多的名诶。我喜欢原创，就是，可是这些名字都不适合这栋建筑物。结果我在整理的时候发现，也给入门的时间给当工门的上面就用那个洗石子给写给风鸣园。我想好吧，那房子已经取好名字了，所以我就用了风鸣园这样子。就是你其实我为你给同讲啊，乱的风鸣园的，你这个不是在同下另外换一点名的。但是头同我讲，你迄两三摆其实也抽了过一场，底部是讲你无人黑，跟头一开始接也无过时间，没花过多时间整理啊。哦，条件先我唔伫，我想讲，我想事情都想很简单，所以我同个房东有问我整理一旧诶，我想30年。我说30年应该可以，好，要整理下去，我同房东讲做唔得咯，可能40年，最后我说60年，结果最后我整理了2年，因为我太天真了，比如说，那个老屋子有个老窗框都是木头的，那木头很容易有个白蚁嘛，那我看到一个小洞。那小洞要处理不然那个蚂蚁一直弄上去，整个窗户都坏掉嘛。好，所以就是清一清，然后就想10分钟都可以解决的事情，那就按嘞清一清，哇，个小洞愈清愈太通啊，因为底部全部腐黑了呀，愈腐黑了，所以本来是想讲给10分钟可以解决的事情，最后变成弄了大半天了，每天大概都按那事情啦。当初尾都要削价呗，开个咖啡堂，没想到我整理的萝卜，其实整理的过多的事情。休息一下等一下我就买过多个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上到節目我哋來賓真能夠我遇到食一食嘅萬年姐姐，佢是可以一啲咖啡店嘅，但是冇想到係當嘅啲蘿蔔，結果因為長蘿蔔嘅時間發生幾多事情。咁當初我想到講，用長的電腦乾脆係很外面嘅人體裝作我咪過好啊。因為我個宗教家庭長大的孩子，我們從小呢，媽媽、爸爸，我們一家人都在傳福音。也可以義務性的，就是完全沒有收入的工作也很快樂啦。只是因為結婚以後我愛照顧家呀，想講呢，哎呀，要有一份工作吧，所以才開始有了老實念。但是因為那個時候也都快要中年了，所以其實我們的積蓄不多。所以在整理那個老屋，很多事情我都很天真，也做的是很開心，但是遇到現實的問題因為冇強人，真的就是因為沒有錢，所以可以作為自家來下來。可是，但是冇錢有冇錢的方法啦，至少自家做法，都表示講對也要我能講最慢的咖啡檔來講法，其實你數喺魯巴伊，我能講整理好誒。咁本年嘅時節，其實路上面一直蠻流開啊，係冇？咁其實人一啲真能嗰個睇一片你要睇幾片，你兩個人嘅工作用嘅分配啊？因為伊嘅個性，某個事情我做過成就，嗰時候我都愛配合，唔過我頭腦過強，動作也過強，嗰時候我都會過多點子，會安排。唔過呢，我安排下去，有時冇對交通好，伊會重來。嗰時候裡面我都進，也係我功課，我都開始學，我變慢來，尊重伊，不去做，冇太做太硬。嗰時候我都
清凉糖以外，配合以外，又嘛个使用啊，都推天数啊。个，你可能头头伊开始讲，伊可以加点的迄味道比较过清净一些，哈，比较过强爽一些。但是呀，中间你看都更加脏了，无脏了都会一年人，无3年哦。但其实对你来讲，应该嘛讲，你要爱负责也要螺丝面的工作，要负责要天数这边的事情，你这个用个伊分派人的时间同人的工作。我可以讲啊吼，如我生命张力啊吼变啊过太，因为伊个性是完美主义嘛，嗰时候我愈太多伊个标准，清凉配合啊，我愈加过无限，嗰时候对伊个想法是无同样的，不过我等一个过程吼，愈认识过多几人啊，有一个老师退休的老师愈讲。也风名远啦吼，真是很鬼奇妙，因为几多年啦吼，30-40年无见面，不过愈来是家己，愈伫家会面，所以对呀中间我等愈得到很多的快乐。可是等于讲，其实对你要欣赏的一个家庭来讲啊，其实你尊重的家庭，然后你尽量把自家的能力、自家的生活的一种状态放到最大，好，你嘛还希望讲，其实这一件事情地步，你还没可以去多多少少去天数伊。咁你当初在开咖啡店的时候，因为你这个过好咖啡，嗰时哪开个咖啡堂，还是讲你这个因为我煮咖啡，嗰时哪开咖啡堂咯？我哋两公婆哈，就一开始跟冇食咖啡嘅人，系冇食咖啡，开咖啡堂。哈，那个时候我感觉咖啡吼可恶，因为吼喺皮都暗香咯，食得又水唔得，因为有安尼东西咯，所以爱去了解。后来才发现，好的咖啡是相反的，不会睡不着。可是，因为我们以前是不喝咖啡，我们更能够理解怕咖啡的人的心情，所以我是想讲，应该有几多年冲来的安尼，唔敢吃咖啡，可是喜欢咖啡，所以我一开始是想说，开一个咖啡馆是为这样的人开的。就是你怕喝咖啡的人，我也是其实是可以喝的，所以我来研究了解咖啡，去考个证照。那冲老师面也是，我是先考到证照才开一个面馆跟咖啡馆的。我个人不认为说你有一个证照，你的东西一定就会比较好喝，不是这样。而且我身边开个18年来，我从来没有遇过一个客人，或者我们自己去外面吃东西，我也从来不会去老板你的那个厨师证照让我看一下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那为什么我还是要去考这个证照？我认为是一个态度的问题，一个态度，你尊重你的一个职业。那考证照我发现有一个好处，卫生观念。有很多卫生方面的事情要注意，所以就是一个态度。那我先考上证照之后，我跟自己说，你考上了，你再来开一个咖啡馆，这是一个好的态度。就等于讲，你这个先不这个一个考试啦你至少要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能力以后，你可以开咖啡堂。但是问题是，你头就跟我讲。唔係呢度一啲唔好咖啡，冇得講，一開始冇接觸咖啡嘅人開咖啡堂。咁請問一下，我用嘅去想一啲本來都唔好咖啡嘅去咖啡堂咯？好問題，我一直想這個問題。那所以點解我怎麼看這件事哈？有幾個不同的層面。一類是咖啡。我來咖啡館，我就是要吃咖啡。比方說，我到那個超商，
我要点咖啡，好，那个就是我就是要喝咖啡的。那第二个层面就是他不是专门喝咖啡的，他是来享受咖啡馆，来喝咖啡馆的。那所以现在台湾很幸福的是有各种咖啡馆，有颓废风、工业风、奢华风、复古风，什么风格都有。所以这是第二个层面。第三个层面是来喝人的，就是他喜欢你，他来喝这个冲咖啡的人，他想跟你聊天。所以这个也是当初我想说可以给咖啡馆哈，让美丽的太太轻松的一个点。因为啊，这个煮面的时间哈，总唔得同人他讲话啊、聊天啊，但是你冲咖啡时间可以一边工作一边跟客人聊天。所以我在想说，这个咖啡的问题，我要提供给客人什么？咖啡是要好的，我所谓的好跟新鲜，我是新鲜派的。一个咖啡只要新鲜啊，所谓的新鲜是指烘好豆子以后尽快喝完，那这个是一个新鲜的意思。那第二个呢，这个咖啡馆干净，客人进来会感到舒服跟放松。那第三呢，这个冲咖啡的人让人愉快。所以我用这样的角度来经营我的咖啡馆，让大家可以喝咖啡的时候心情好。嗰陣嚟談開嚟，其實有一咖啡館嘅天 V 天頭都講嘅天2同天3嘅，而啲個咖啡館所以嘅氣氛咧，天3都講有啲沖咖啡嘅人係會聽人講話嘅人，都等係天2同天3嘅架空嚟嘅咖啡館。因為個地方其實有可以啲，你咖啡館有這個名嘅係咪？按到武藏咖啡，中文會按到也名，但佢嗰種日本名呢？錯。武藏咖啡，因为每一间咖啡馆，精品咖啡馆都有自己的一支招牌咖啡，这是为什么呢？比方说曼特宁、耶加雪菲，这些都是很好、乖好吃的咖啡，但是每一间咖啡馆都喝得到，所以你这一家咖啡馆有什么特色？你要有一个招牌。好，就想要什么招牌呢？那因为丰明园也跟这间建筑物真的很美。那刚才说了，它是日本时代就已经有的。那丰明园的门口有一个很类似鸟居的设计，那也很特别。好，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烘豆子是用日式的慢火，所以一锅大概15分钟左右才下来，这个叫慢火烘焙，所以也是一个日式的烘焙法。那我比较喜欢古典一点的东西，是啊，因为是一个古典的，我想台湾人对日本古典，然后又要比较容易记得和有一点力量的话，我其实很快就想到宫本武藏。有可能龟久以前还有看过小说，吉川英治版的小说，那个大概40-50年前的小说了。不晓得，就是他突然间就是出来了。那可是这只是一个开始。那后来我觉得武藏咖啡是一个对我也很有意思。虽然是冲给客人喝的，可是我在手冲的时候或者煮裁缝的时候，都会觉得我是在审视我自己。每一家咖啡店都有这个故事嘛，有这个咖啡。有些下午在行啊，在路啊谈啊，在真的跟我讲也被几年的故事，同时还是嘛是武藏咖啡哦。翻過來，復起來嘅，收到節目我哋喺內邊真係個個同你講，也很用嚟做武藏咖啡嘅，我哋而家馬上來試看看啦。其實武藏咖啡一開始嘅泡時候都幾香，但是唔知係味道係屬於用個酸嘅啦，還是個澀嘅啦，試看看啦哦。味道唔會講幾臭，一開始試嘅時間，但是以後尾味道都我講，如果走翻來，我哋講所謂的回甘，也韻味個重一些。像通常想問一下唔同講嘅鼻嘅係專門用來食
无双咖啡的，迄嘛个原因哦。有一个老师，伊迄做陶艺的，啊，伊说到，我老公全部是咧咖啡，伊都木做杀起来，两支脚都盘上来，伊讲真爽快。里面呢3阵夜以后，伊都讲伊个咖啡收一个器皿的器。3阵夜以后，伊都做一个笔来，迄咪都可以有一个特色。还一般如果讲，我是要武装咖啡时间，如果用牙的，伊伫装不透的。但从这个安尼开始用牙咖，也要我们讲也要咖啡笔以后，你这个感觉到有改变也要当初的那种咖啡的味道吗？这支杯子的出现以后，我改变了五藏咖啡豆的比例跟一些烘焙的方式。那我越来越发现这咖啡啊，嘿活的东西。我所谓的活，并不是，比方说手冲有很多种方法，那个活，不只是这个意思。那因为邱登峰老师他本身也是一个书法家，所以每一支五藏杯上面的五藏2个字都是他亲手写上去的。他曾经问我咖啡馆要取什么名字，因为他要写书法送给我。那我后来跟邱老师说，能不能不要写咖啡馆的名字？他问为什么？那因为咖啡馆的名字是装潢的一部分。如果有一天我们有开咖啡馆了，你要我拿这个你的书法怎么办呢？你这么有情义，要写一个书法送给我，可是我不开了，我把它带回家也不是啊，我把它丢在这里，无论新来的人怎么，他就把它丢了，那也不是。所以我说邱老师，我跟你商量一下，不要写名字，那个是一个商业的东西，请你帮我写一句话，那可以的话，请帮我写一期一会。邱老师一听就很高兴，因为他除了是书法家以外，他也是一个学佛的人。他说这个是一个茶，他又喝茶，他说这个也是一个茶人说的一句话。那我说的活是在这个意思，就是说手冲我这样看待咖啡的，手冲咖啡的一个重点在手这个字，手是相对于机器。你今天机器冲10000杯，从第一杯到第10000杯是一样的味道，手冲有10000个味道，有一点像我们写书法，每一个字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每一次煮五藏咖啡的时候，每一杯会有一点不同，我会感受一下点五藏咖啡杯的这个客人，比方主持人假使点一杯五种咖啡，那我想说我怎么来表现今天的这一杯五藏？那这一杯五藏咖啡就是跟你的一期一会，我说的活是这个意思。那审视我自己呢，是来自五藏这2个字，因为给五宗也给2个字刚好把宫本武藏的一生区隔2个阶段。他年轻的时候，他追求武道。那为什么追求武道？他很要变第1名，他要全世界全日本的人认识他，所以他跟人决斗的时候，他就说我是宫本武藏。然后当他打赢了，你要记得我是宫本武藏，什么都是朝这个第1名的去做。可是当武藏开始年纪慢慢变大的时候，他有一个地方不太懂，就是说我已经都是打赢了，可是被他打败的人都没有尊敬他。所以随着年纪的过去，他慢慢发现人的尊重到底要怎么得到。所以他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慢慢进入到了第2个阶段，刚好是他的第2个那个字。那以汉字来说呢，它是一个破音字，它不但念藏，它也念藏。五藏在那个乱世浪人嘛，他会看到很多人被欺负，老人家小姐，他就去帮助他们。可是他打退那些流氓的时候，这个老婆婆，这个小姐，哇，这个大恩人英雄，晚上有没有地方住？我们家是草房寒舍，
很简陋，但是不嫌弃的话，英雄来我们家好吗？然后武藏就点个头，因为他不善讲话，他就点个头，就跟着他们回家。他们就把家里的番薯啊、地瓜叶、野菜，然后就很不好意思，我们穷人家不好意思，然后就跪在后面，一直看着他吃，一直看他吃完了再添，一直跪在他后面。武藏突然间发现一件事情，他们好尊敬我啊。然后武藏要离开了，还写牌子，好像供奉起来哦。我又没跟你决斗，我也没有表示我比你强，你尊敬我，可是我打赢的那些人没有人尊敬我。武藏开始发现很多事情赢得人的尊敬不是你多么厉害，而是你帮助了人，你做了善事。所以后来武藏跟人决斗的时候，他越来越少用真的，他开始用木刀，然后他会刻佛像之类的，他开始进入这个藏这个字，他不再像以前，你知道我是谁？我是宫本武藏，你要记得我，我要做世界第一。他开始安静了。那所以如果说点武藏咖啡杯的黑年强人哈，来路为公给年轻的时候去竞争，去展现你自己，去冲撞这个世界，因为你年轻。可是当我们年纪开始有了，舞台要退下来，让给年轻人。所以每一次我煮武藏咖啡的时候，我是这样子看待我跟这个点武藏咖啡的人的一期一会。那我很感谢咖啡跟邱老师。从其实咱来讲，一比咖啡除了盐米土以外，其实后背的故事还有这个创业的咖啡的人，你想法其实如提一比咖啡已经展现出来。那我想问下你，这个做雅培养做研究吼，你用个看待的人啊，你做某个事情都安认真，可做以前螺丝面吼，他们也应该开一台螺丝，还有你开一台明明你开一台应该要给3个6下伊开的螺丝面。啊，你这个嘛没想讲，我同外面人讲，爱加开咧咖啡店，因为开咧安尼老公啊。也个歌上面迄爱即个学习几多啦，主要年纪也有诶吼，几多看法啦吼，没变下来诶，嗰种无想爱去涨，嘛个迄对，嘛个迄毋对。啊，愈停顿的，加多的愈停顿的伊。因为像正然来讲的话，其实是几享受的也看工作对本的哈，因为也是无简单的事情。因为几多人想要开咖啡厅，想到讲赚多钱，好啊，用啊去建设出去，最后靠把咖啡体位可以批本人卖。可是，当然来讲，其实你是几享受的买咖啡一件事情，冲咖啡一件事情，但是唔会想到讲赚多钱。其实赚钱重要，因为那个整理风鸣园的时间真的需要钱。像个主持人有讲到啊，做一件事情啊，不是只有一个方法。譬如讲整理风鸣园，你10万块可以整理它，你100万也可以整理它，你1000万也可以整理它，一样的地方，看你怎么选择。开个咖啡馆哈，对我有一个意义啊，最有意思的在人，咖啡是给人喝的。你冲一个咖啡不是要倒在地上或浇花的，是要给人喝的。所以老实面也是，你做的面是要给人吃的。我关心的不会只有这个，我只关心我的咖啡。你5分钟之内你要喝完哦，不然你喝不出我的味道。你不要喝，不会这样子，是为你。所以我每一次冲一个咖啡，我审视我自己，然后刚才说会跟人聊天，每一个人生命啊太快速，所以刚才说我会想风鸣园是除了喝咖啡以外，他也来喝咖啡馆，他也来喝咖啡人，他的生命有一个 moment 是这个当下，他坐在这里喝一杯咖啡，我跟你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灵魂跟灵魂的一个照面吧，我是这样珍惜每一次的机会。因为提讲的以前早期我以传教嘛，其实你要传教就等于如果把你这个相信呢，你这个声音呢，去安尼好东西去
混其他人的。其实我在想其实人家唔单是可以在罗生面来讲，可以在武装咖啡来讲，其实嘛很优雅的心态，好，很认识人。唔单是讲我係一個，唔單講係一個宗教，其實也要面來講，也咖啡來講，但係都係愛同人接觸嘅一個方式。有啊，伊安布特伊都提下，每一個人都也是咖啡嘅故事。嗰時也比咖啡，伊也加出勝過對錢包嘅拿出的錢。真是一個用心做嘢嘅工作。嗰個其實每一個集團去做生意也是相當冇同樣，可能有啲人做生意是為了賺錢，但是對於整輪屯灣人來講嘅話，伊可以喺咖啡堂其實為了屯他個人去交配做朋友。今日我感謝兩位來到我哋現場同我哋分享唔同嘅咖啡堂嘅故事。感謝主持人，感謝他個人。感謝主持人，感謝各位觀眾朋友，假使來昨天聊的時間來風味人是武裝咖啡。有些下午大家聽下嚟線上嚟運動一動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到為好好運動嘅時間了哦。今日運動嘅冇，請放起來，同先生來通下運動哦。今日先生要教嘅係彈力帶健身操，來請準備嘅彈力帶，差唔多按呢長度，可以捲起來，來做一個暖身。喺前面點，加鬆骨，臀線上慢慢地做。也運動呢，體育卡還有看電視的時間，仲可以做哦。更加來數深側，做一個扭轉。慢慢地數過來，更加來準備咧等咧，來坐下來。今日要訓練咧係着重啲手背運動，像捲起來和拿好，擴胸運動，綁來數過來，訓練你嘅肌力咯。你可以綁一種好，很適合你的一個肌耐力的訓練。磅數越重的呢，也阻力都加過大。好，像老人家，好剛開始練這個彈力帶的，你可以選擇較薄的，阻力都較過細，比較容易。
所以打出来哦。我刚刚讲的手臂开始滚圆呢。加上挺腳，挺胸來，手臀腳通下。好，更加同嘅手一隻手柄嘅搖嘅，一隻手同另外一端綁好。好，從拔箭這個動作叫拔箭哦，手打側往上面拉。好了，做4下，1、3、7、5、6、7、8、9、10。好，更加來彎片，一隻手柄嘅搖嘅。好，如果我的彈力帶不夠長，你按你綁就可以了。如果它夠長，你可以捲一圈，然後伊來看，按那個以防萬一吼，會放掉。來拔箭，7、8、9、10。好，那我們拔箭的時候，架鬆腳勾起來，腳胸來，拉到我們的後劍肌群。1，彎腳，臀線上，慢慢地走。9、10，來彎片，做拔箭的動作，加上腳的腳，來1、2、3、4、5、6、7、8、9、10。好，我們來訓練你的腹肌，讓下來，一樣，來，可以的，再往上，好，走10秒鐘了，停留10秒鐘，1、2、3、4，要繼續呼吸哦。7、8、9、10，好，慢慢地變下來。好，還記得俺呢？前面搞的嗎？擴胸運動，可以放低，旁邊再綁重來。好，按不可以的，短唔怕，看你的肌力哦。好，1、2，要記得要拿後來哦。好，夾挺腳，夾上你腳挺胸來。
平常佢看電視是這路可以做的哦，哈，又簡單又容易。安尼可以掃掃背哦。好，来做一個延展，上面看，用下來，側彎腰。為了重點，來彎片，過來，還記得你拔劍的動作嗎？一隻手表演的葉位，一隻手像拔劍用的，喺上面綁上去，斜前綁上去。好，彎來彎片，更加手愛騰腳，好，腳放來，把劍夾腳。彎片，3、4、5、6、7、8、9、10。今日的動作好唔好呀嘛？明日要記得同先生來做運動哦，好好運動，還能下擺能來了。